女人過咗35歲，最驚唔係皺紋，係冇咗條輪廓線啊！我經常都要拍廣告啦、直播帶貨、做主持，去唔同嘅 event， 喺高清鏡頭底下，哇，少少鬆弛都會好明顯㗎。要塊面時刻 keep 得住，我唔盲目跟風，我揀全女班低調平實嘅 Jillian Medical 呢度嘅女醫生，好了解成熟肌膚需要啲咩。今日重點係佢源自歐洲嘅小眾新貴 Elu 愛美膠原針，佢最厲害嘅地方係可以即時啟動皮膚膠原，幫我拉翻高蘋果肌同埋下巴線條 line， 而且效果自然到好似天生咁啊！過程快，好舒服。對比起其他針劑 ，Elu 係無需按摩又唔腫，效果自然仲唔會出現結節。Lunch break 抽15分鐘就可以即時見到緊緻嘅效果，而且效果仲可以持續到 keep 2年添啊！就算聽日要即刻上鏡或者做 effect， 我都完全冇壓力，因為 Elu 幫我35+ 嘅肌膚揾翻20幾歲嘅彈性。想體驗 Elu 嘅拉提威力，即刻嚟 Jillian Medical 預約諮詢啦！